呢度有4塊撕開咗嘅牌，3塊係代表雅各嘅10名兒子，魔術師手持嘅代表約瑟。點解約瑟佔牌嘅比例比其他兄弟多呢？雅各有12名兒子，約瑟排行11，雅各最痛愛佢，所以魔術師手上面嘅牌約瑟佔嘅比例亦都較大。雅各送咗一件好名貴嘅彩衣俾約瑟，其他兄弟就非常唔高興啦，計劃要謀害佢。台面上邊分開咗嘅牌就代表兄弟嘅撕裂。有一日放羊嘅時候，眾兄長呢就將約瑟賣咗俾一個去埃及嘅商人。約瑟喺埃及生活咗好多年，憑住佢嘅聰明智慧，為法老王解決咗糧荒嘅問題，因此成為埃及嘅宰相。約瑟家鄉鬧糧荒，佢哋知道埃及有位聰明嘅宰相儲備咗好多糧食，於是就前往埃及買糧啦。約瑟見到兄長嚟到，不但冇追究佢哋犯嘅錯，反而主動同佢哋相認，同佢哋講：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，就是你們所賣到埃及的。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，這是上帝差我在你們先來，為要保存生命。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，乃是上帝。經文係記載喺創世記45章4至8節。約瑟就俾咗佢嘅兄長好多糧食。約瑟修補好同兄長嘅關係，睇下魔術師點樣修補撕裂嘅牌，將佢咧擺翻落嚟。有一支魔術嘅萬能膠可以將佢黐翻好嘅。嗱，點做咧？首先咧喺呢啲位置咧搽上萬能膠，會眨眼咯。預備，黐好一份。為咗令一家團聚，約瑟就將父親雅各都接到嚟埃及一同居住。再簽埋呢份。魔術師亦都將撕裂嘅牌變翻完美啦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有冇好似約瑟一樣，遇到人生中嘅試煉或者係苦難，而忍唔住怪責身邊嘅人，甚至係上帝？我曾諗過，呢啲其實係上帝為我哋預備嘅恩典之路，或者係祝福，將看似惡意嘅經歷轉化為美好嘅計劃。我哋係咪願意學習約瑟，選擇饒恕嗰啲曾經傷害我哋嘅人，俾破碎嘅生命重獲完整？求主幫助我哋喺困境中睇到佢嘅旨意，並以饒恕帶嚟真正嘅團聚與平安。點做呢？請將這聖經魔術分享給講普通話及講英文的親友。